今日咧，我想同楊師傅一齊去討論下關於道家管理學智慧，同大家拆解一下《道德經》第8章上善若水點樣應用到現代嘅企業管理呢？楊師傅啊，點解話水嘅智慧先至係頂級嘅領導力呢？咁阿如啊，你睇下自然界啦，咁佢最硬淨嘅石頭咧，其實最後都係會俾水打磨噶嘛，係咪？咁好似最複雜嘅地形啦，水咧都可以揾到出路。咁做領導就係要學水嘅一個不爭之爭。咁楊師傅，你成日都話我哋做高管啦，就要學識處眾人之所惡喎，即係專做冇人想做嘅嘢，咁我咪會好蝕底咯。咁你記唔記得其實馬化騰咧喺早年嘅話咧，其實佢都親自回覆用戶嘅投訴嘅。咁馬雲咧都係試過喺阿里巴巴入邊咧係做客服嘅喎。眾人之所惡咧就係邊個位冇人肯去做，你就去補位，唔係話蝕底嘅，而係建立一個信任嘅資產。咁但係點樣先知道嗰個護位係值得做嘅咧？咁你記住啦，就係痛點咧就等於機會啦。譬如話公司內部溝通混亂嘅話咧，你主動去牽頭整理一個流程，團隊冇人肯做復盤嘅話，咁你就帶頭去做呢個黑面。水咧就係咁噶啦，你去邊都係解決實際問題嘅。咁好多老闆一見到員工犯錯咧，就會即刻鬧佢嘅喎。咁師傅你點睇咧？咁如果你倒瀉咗杯水，我即刻話你蠢，咁你會點啊？咁可能我以後都唔敢拎杯水。係咯，咁咪係咯。咁所以嘅話咧，《道德經》講反者道之動，錯誤嘅反面咧就係進步嚟嘅。咁好似話齋啦，同事交份垃圾嘅報告俾你，你唔係話叫佢重做，而係問佢你覺得邊度你唔識啊，或者邊部分最難啊？等我哋一齊嚟拆解啦。咁水嘅哲學就係用柔軟去包裹尖鋭，錯誤咧自然都會變成養分嘅。咁師傅你有冇啲咩實際嘅案例啊？咁好似日本豐田咪有一個安燈制度嘅，生產線出錯啦，任何人可以拉燈叫停嘅，管理層係必須第一時間就要到現場幫手，而唔係去追究結果。咁錯誤率咧係直接降低咗嘅。咁楊師傅，點解第8章話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先係最高嘅境界呢？咁你望下個海啦，咁長江、黃河去爭崩頭，最後咪又係流翻去大海，因為大海永遠都係最低位。真正嘅大佬咧係唔使日日強調我係 boss， 好似李嘉誠咁啦，佢都同員工去食飯，自己都會拎住個托盤，反而人人都服佢嘅喎。但現實中咧唔爭又點樣升職咧？咁水係爭唔爭㗎？佢爭㗎嘛，但係不過咧佢爭嘅係最低處。你試下功勞都讓俾團隊，你嘅價值咧反而係更顯得出嚟嘅。責任咧自己孭嘅話咧，權威咧亦都自然建立。咁喺《道德經》嘅第66章入邊話啦，欲先聞，必先身後知。想帶領人咧，就要行喺後邊嘅。今日學到水嘅3層智慧，補位啦、容錯啦、不爭啦。咁各位聽眾嘅朋友，你覺得自己應該係對應邊一階呢？不妨今晚自己沖涼嘅時候諗下，水流過手心，究竟你係對抗定係包容呢？